唔使手握100萬都可以擁有一方天地啊！總價56.8萬就可以攞低一套別墅啊，上下3層啊，有天有地有花園啊，普通人都可以圓個別墅夢啊！咁呢邊咧就係無批交付嘅，裝修咧就隨你百變噶。我哋一齊去示範單位睇下啦。呢邊示範單位1樓咧做咗個會客廳嘅。咁呢邊咧就係樓梯直上2樓噶，咁呢邊翻到嚟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，同埋我哋嘅餐廳以及一個衛生間嘅。上到嚟2樓啦，呢邊設計咧就2個主套嘅，咁呢個主套咧仲有個陽台位置噶。咁3樓咧就設計一個主人套房以及一個書房嘅。呢邊咧仲有個陽台嘅休閒位置，天台咧仲有個露台位置噶，平時 BBQ 賞花賞月都冇問題噶。總價56.8萬可以攞低一套別墅啊，自帶私家庭院，頂樓觀景露台啊，低預算圓你別墅夢。有想法嘅後台私信我發資料啦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